当时候我们要改建这条桥的时候，我们市政府公务局有做说明会，然后我们请我们里面去看。经过说明之后，大家都应该没问题了啦，也不会影响他们进出了，跟对交通改善会比较好。扩建一定是要做得比较好嘛，所以说相信以后的整个交通流量会比现在好。不然每一次像现在都很拥挤嘛，那改建之后可能那交通的改善会比较好。我相信市政府做的事情一定往好的方面来考虑。采用钢构造3跨度的连续钢挨行梁，跨越然后梁体抬升1.2公尺，可以提升桥梁的抵抗力以及它的地震能力。第二个是增加道路它容量，第三个是增加左右转车道，能够改善交通时期的降低它的交通冲击。有关在施工期间为降低交通冲击，我们有在旧桥两侧各做一座干便桥，各有3个车道来疏解交通。那我们也计划规划第3座那个便桥，从文平路通湖美街，希望这些便桥能够疏解在施工期间所造成的交通冲击降到最低，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李安桥为什么需非改建不可？其中几个原因。第一个，它位于交通要冲，而且它桥面过低。当初设计的时候，为了求平稳，结果造成桥面过低，很多在运河的游船或船只就没有办法进出，形成一个交通瓶颈。第二，也就是因为桥面过低，所以那个桥梁冒的地方跟水平面太接近，那加上很多这个海水这个运河盐化的结果，造成许多这个桥梁的梁貌的部分会受到腐蚀，那严重影响到桥梁结构的安全。那经过几次的补强，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这个做根本的处理。我们感谢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在担任部长的时候允诺全额负担这个林安桥的改建。当然，林安桥因为它是位于台17线上，本来就是中央的管理的桥梁，也感谢林部长他慨然支持这个全额负担经费，让地方政府减少不少负担。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市府打算伫咸水溪堤顶的自行车道设立太阳光电系统，使得沿线5里的乡亲甲保育团队烦恼会破坏景观、威胁生态，所以伫个水利局上午举办的说明会当中，因也强烈表达反对，要求撤销这项计划，若无将会串联其他的团体反对到底。咸水溪两岸的自然环境真水，嘛是台江国家公园甲国家级湿地范围。不过2天前，市府要推动卫星电网、堤顶自行车道以及太阳能发电系统等计划，已经委托顾问公司打算设立架台，每500公尺一个阶段，预计全长1500公尺。对此，地方保育团体相当烦恼，将破坏景观、威胁生态。所以上午伫市府所召开的说明会中，表明伊毋是主动种田的罪名，而是爱土地、爱保护20-30年来好不容易营造环境，甚至认为干报过后因如反对，要求依法行政。咱的堤顶的顶悬，迄是属于紧急的防汛道路，抢修了咧抢修的道路，你甲起这个落去。是毋是日后若准则讲，万不一个情形之下有发生我破堤还是安怎的情形，这要如何来应付？这2个路司令正拄伫你的光电板，这500公尺，伫你这个500公尺的对面平尔，你看你这物件做了，这物件阁有电吗？我希望讲你一个示范区离开这个所在，要怎样示范你去示范，不要让我们背了一个好像我们要来阻止国家发展光电的骂名，
真的给考虑一寡啦。伊也伫国家公园的边啊，伫湿地吼，国家级湿地内面，所以阮感觉是生态敏感的所在。水利局，你会当用即届因湿地拄要检讨的时阵提案，看有适合做无？哦，一定要依法行政。面对乡亲甲保育团体顾虑，会中水利局直属单位地拉河川局以及干务局等单位拢出面澄清，嘛强调该计划是全台第一件伫堤顶设自行车架台来通行并且发电，所以一定会认真兼顾生态甲绿能，而且目前拢是沟通说明阶段，甲政府共识才会推动。考量就是说在原有的自行车道上，因为当初很多民众是希望有可以遮阴的设施，那我们的起初的发想就是说希望借由光电做那个棚架式的光电，然后像清水路那个案子一样，然后提供遮阴设施，然后兼顾发电绿电的功能，然后所以在现有的水泥堤道上去做，只是这个就是民众跟生态团体他们。民众的话是希望有遮阴设施，然后那个维持自行道的功能。那生态也是希望说能够不影响到鸟类的那个生态。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希望能够听取民众的意见，还有NGO 的意见，然后去看能不能达到一个共识，或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会中保育团体坚决要求撤销该案，改去其他地点来设立，也无将串联其他的团体反对到底。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和顺国小甲日本山口县万昌小学，伫台湾历史博物馆中央级馆长看线之下，进行一场非常特别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两边的学生除了各自介绍家乡的特色以外，佮做伙用书法来创作赖贴图。透过报道做伙来看卖。袂因为疫情就停止了国际交流。这场由不用客气设计有限公司竹中文祥策划，和台南和顺国小以及日本万昌小学学生，透过网络视讯，各自介绍家乡的特色。万昌小学学生除了介绍故乡的特产茄子，更介绍日本国家指定传统工艺品世间宴，同时更现场演奏音乐，庆祝这次的友谊交流。那请大家听我们的乐队演奏。和顺国小学生即是介绍台南的在地美食，参像是沙白鱼糜、棺材板、布丁等等。也介绍了台南的夜市特色，以及位伫咧和顺国小边仔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分享台湾400档的历史文化。我们的学校有养小动物，是很棒的一个学校。很开心，就是可以跟日本的小学互动，然后希望疫情赶快结束。我想要去日本玩。而会有这次的国际视讯交流，和顺国小校长陈良图表示，活动是伫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张荣志馆长的牵线之下促成，这也是竹中文祥策划的首次活动，未来也望会当继续扩大办理落去。和顺国小有这个机会跟日本的山口县万昌国小来进行线上交流，那主要是有一位竹中老师他希望促进台日交流，那他的专长是电脑资讯 AI 方面，那他也很会做贴图。那透过台史博馆长的拉线，那我们今天有这样台日两所学校的交流。竹中先生会用书法来做赖的贴图，然后到最后我们两所学校会做贴图的交流。然后促成今天的连结。那和顺国小是这一次竹中先生第一个串起的台日的第一所学校，他也希望后续能继续串起第2所、第3所，所以这也算是我们竹中先生他做赖贴图的一个交流元年。接下来建立书法创作制作赖贴图的创意时间，和顺国小的囡仔伫竹中先生的介绍之下，第一届接触世间宴。伫
在观摩慢冲小学小朋友如何进行书法创作范本后，接下来就开始发挥各种台式幽默创意，写下参像是哈哈哈，我超帅，耍废等等。就连陈良图校长、黄向秀主任以及马梦平、吕中原两位老师也共同加入创作。陈良图校长表示，透过这款的国际交流，会让让囡仔体验到书法美感甲创作，融合传统甲科技的特色，变成了属于台湾甲日本囡仔的赖贴图，也透过交流对话，认识双方在地美景甲特色。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鼓励青寒学生努力读册，议员蔡小薇每合抗黄金慈善爱心协会举办东区绿色学堂奖助学金计划，第二学期扩大办理，将原先95分的标准下修到90分，希望帮助更加多绿色学堂。台南市议员蔡小薇甲抗黄金慈善爱心协会长期关心绿色学堂。伫去年第一学期设立东区的绿色学堂奖助学金，总共帮助61位学生。今年第二学期更加扩大办理，除了将原先95分的标准下修到90分，另外还佫增加安南区的安顺国小，总共14间东区甲安南区的国中小学受惠。清寒的家庭在因为家境中遇到困难。其实已经在就学方面已经很不简单了，更何况他可能有时候要分心于其他的帮忙的事务家里面的工作，所以往往在就学成绩上可能，我们上一次定的成绩是有比较高。那我跟理事长讨论他也二话不说，我们就是把这个学习的成绩把它从95分降低到90分开始，就可以来鼓励。让这个学童无论是在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逆境他还是可以勇敢的面对，然后甚至让他感受到说有我们大家一起陪着他长大给他更多的鼓励。会中包括东区4间国中、13间国小，甲安南区的安顺国小的校长甲老师拢出席。教育局主任秘书杨志雄嘛代表市府来递赠感谢状。对于一些比较弱势的孩子其实他们在就学的时候然后他们先天上就是客观上的一些条件是比较不利的，但是他们如果说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之下，又能够就是非常用心的去做学习这是他翻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跟契机。所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康理事长我们的爱心会能够对于这样子孩子的一个关心我们身为教育工作者真的非常的感佩啦主办单位表示，成绩的标准下修以后，预计将帮助150名的绿色学童。除了成绩好以外，另外还有中价收入户的孝悌奖，提供每校上济3名，而且无限成绩。国中每名1500块，国小1000块的孝悌奖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疫情的冲击，让真侪青少年活动拢停办。成立满一档的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为了提供青少年展现自我的平台甲机会，7月10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合同杯第1届歌舞大赛，鼓励青年朋友做回来舞动青春。2022合同杯第1届街舞大赛是由市府文化局甲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 ，SFC 歌舞团协办，首次办理就得到热烈回响。比赛分为国中甲高中组，为少年朋友安排了会当舞动青春、展现才艺舞台，更为参赛队伍准备了奖牌甲奖金。鼓励因爱舞动青春不留白。在暑假有一个可以发挥他们的创意的一个活动，所以就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街舞大赛。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成立以来，持续关心囡仔教育议题。除了举办艺文讲座以外，也成立偏向赞助学童音乐学习。这次更举办街舞大赛。种种的付出，也得到艺术家奖赏的肯定和认同。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边缘人，就是他们比较少被照顾到，可他要自己找到一个表现自我生命力的法。
那这些小孩后来有很多非常精彩。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认为，在疫情期间，我们更要多提供青少年展现自我的平台以及机会，让他们有一个专业的舞台，可以增加肯定自我以及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来远离3C 产品以及毒品的诱惑。借由一个街舞的兴趣的培养，来增加青少年他们对艺文的喜爱，还有他们同才之间团队合作的精神。2022合通杯街舞大赛7月10号下晡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教育广场登场。主办单位欢迎大家做伙来看精彩舞蹈，为少年人加油喝彩。台南新闻赵秀维、杨顺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舒缓民众的压力，财政部南区国税局伫9楼艺文展览区推出单手乐拼布艺术展，总共37幅的作品。提供民众伫下工的时阵，也会当放松心情去欣赏每一件作品的卡司甲创意。南区国税局的艺文展览配合上午，由副局长谢惠美加拼布的创作者陈秀月老师共同来夹舞。副局长谢惠美表示，该展览是今年第3季的展览，特别邀请陈秀月老师展出伊的拼布创作。因为陈老师是金门的查某囝。因此，作品大部分拢是甲金门的风情有关。近年来，更加融入环保的议题，希望唤起民众对环境保护的心思。老师是战地金门姑娘这样子哦，所以他对离岛这样故乡其实有非常浓厚的感情，所以他的创作很多都是以金门为背景。像我们这次展出的作品里面，战地风情啊，那我们从这个战地风情里面就可以看到金门酒厂啊，然后风师爷啊，或者是金门大炮等等啊，从这边就可以展现就是这样的一个金门的一些风情，然后去从他的作品其实可以感受到老师对金门的热爱，陈述我的内心世界，也让大家认识金门，然后做了一些环保议题，因为现在每一年，我觉得生态都一直在破坏，然后我们就也无力去改善它，就用拼布来做，让大家曾经怀念的环境哈。然后台南那个侏罗树啊，也是一直那节，我也做了一幅作品这样子的花想哈。然后那个古迹的维护啊，我做了赤坎螺。那金门我就做一些那个水獭，环保以水獭为题。然后把金门故乡，高粱田，它是生产高粱酒的，我也做了一幅。陈秀月老师的作品，拢是利用剪裁衫裤穿落来的脆布，运用卡丝甲卡手创作出来。每一件拢是用而且兼顾艺术的价值，其中有表达对红色的写意，另外嘛有风景的图样，每一件拢是一针一片拼接而成。因为拼布它有很多表现的方法，然后碎布风景画它这个是要再连胶，连一层胶布再贴上一层胶，然后再用轮刀再来切割。那切割它那个切割的每一个小碎片都有它的规则性，然后我们切一切，然后我们会参考那个上次你那个心中想要的图画，或是找一张图来参考，然后再把它布置上去，然后就是用印斗整烫连这样子，然后它就这样子再用缝纫机自由曲线把它车一车，它就可以变成那个碎布风景画。这场陈秀月拼布艺术展，对今日起伫南区国税局的9楼艺文展览区来展出，预计展期将到9月27，欢迎介拼布艺术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安平区出现第一座号称6000级，结合高科技甲高规格产后护理之家，业者强调，除了有专业的服务，更有医疗等级的安全感染控制。
即间2000坪护理之家开幕，市场顶贵宾嘛前拢精彩祝贺。现代人生了少，所以每一个婴仔拢是宝贝，而且有新的妇女面对疫情的威胁，更特别辛苦。所以3年前业者就真有眼光，除了设计上悬规格100坪盈利室，有稳面接触的科技，有智能防护管理，以及甲病院同款独立的负压隔离室，用医疗顶级的安全监控，为台南产后护理之家建立新的指标。7号开幕典礼，无事先祝祷，祈求喜乐平安满满。市长黄伟霆等各界贵宾嘛拢到场，精彩祝贺，场面简单隆重。请用剪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此刻。在疫情期间怀孕生孩子产妇跟新生儿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而且也都蛮辛苦的。那真的是为难了我们的护理人员。那我相信在协乐产后护理之家，经过我们护理人员的悉心照料，能够提供给产妇跟这个新生儿最好的一个照顾。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让人蛮期待的。那我相信协乐产后护理之家设立之后，我们少子化现象应该会少一点，搞不好会多生很多人愿意多生一些小孩。除了产后护理之家，还有小儿科，还有药局，这样的规划呢，本身就把整个医疗跟护理全部都结合在一起。那刚好建好之后，刚好这个疫情爆发，也刚好充分证明我们当初在对于感控还有对于疫情的这些控制的一些动线，还有一些设计上面有的一些特别的做法刚好验证了妈妈的房间里面都是完全有自己的独立空调，他们的空气之间不会混用，不会像一般的饭店都是用，或者是医院都是用中央空调嘛。那我们是完全独立空调，所以可以非常确保，至少在这个部分可以非常确保宝宝他们还有妈妈在里面住的非常的安心，尤其在感控的这一块。占地2000坪，号称6000级的产后护理之家位伫安平，虽然无透露收费，只强调以这款高科技、规格设备甲专业服务，已经算是平价享受。咱的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